Hello，各位馬迷，又係我祖士啊！今個禮拜日4月12日，雪蘭莪會編排10場嘅賽事嘅。第一場開跑時間係中午嘅12:40，咁有一場贊助嘅杯賽就係第8場由愛爾蘭德達素拍賣行贊助嘅杯賽，係跑3班1500米嘅。咁所採用跑道方面咧，都係同翻星期六咧差唔多嘅。不過今次咧頭嗰3場就係第2跑道而出4米，跟住第4至第6場咧就係全闊嘅 A 跑道短直路，而最後嗰4場咧就係全闊 A 跑道嘅長直路嘅。咁先講第一場啦，就係呢個5班1275米比較高分嘅組別，我嘅順序提供係1號嘅一馬當先，3號嘅和氣生財，同埋8號嘅白金王子，跟住第2場喺個5班嘅1020米都係高分嘅組別，我嘅順序提供係3號嘅婆羅洲星、1號嘅太平司令，同埋5號嘅極速夢想。跟住第3場亦都係我今日其中一場嘅精選，係4班嘅1020米比較高分嘅組別，我揀咗3號嘅星星83，最近一次贏呢個路程嘅賽事片段同大家分享。而起步咧係排外檔嘅黃帽黃就63已經跟咗出嚟嘅。不過呢一場咧有2隻太平系嘅馬都好快啊，包括咧而家搶咗出嚟貼欄嘅太平將軍啦，出面就係呢個太平戰神。今場有份跑咁樣，星星83已經跟咗上嚟咧第3位㗎啦。入邊咧莊家高升啊，翻嚟 check 一 check 嘅。咁而家前邊咧嗰隻太平將軍咧就貼欄，跟住開面咧就係呢個太平戰神。咁星星83咧雖然沿途都喺2、3碟嗰度啊，有少少望空嘅，但係都留得幾順嘅。咁樣入到嚟直路啊，呢隻太平將軍咧就係領先些少嘅太平戰神咧上嚟追佢嘅。但係星星83咧望空咗幾步咧，嗰個追勢比較勁啲啊，已經係拍住嘅太平戰神噶。咁再跑多2步咧，過晒入邊嗰啲馬直奔終點啊！太平戰神咧亦都過埋一隻太平將軍，而家喺第2位嘅。後面上緊嚟咧，仲有莊家寶貝嗰啲馬過終點啊！星星83呢場贏得好輕鬆嘅。太平戰神跑翻第2、第3係莊家寶貝。咁呢個星星83咧，其實近期嘅演出咧都係相當準成嘅。咁上一場贏呢個路程，佢嘅走勢咧咬住放頭馬入直路咧，可以彈甩對手贏嘅。睇翻今場嘅形勢咧，都係有幾多快馬喺度，咁佢亦都咧排檔係比較有利啲嘅。只要中段咧咬緊呢個放頭馬入直路啊，以佢後勁咧應該可以再下1成嘅。咁次選方面咧，就揀翻啱啱嗰條片睇過輸俾佢嗰隻8號嘅太平戰神啦。咁上一場其實佢嘅形勢都幾不利啊，因為排咗外檔起步，但係咧就同另外一隻太平系嘅馬咧一齊切入嚟，最後咧佢就跑第2嘅。今次佢排咗內檔起步咧，早段唔使耗力咁多，而且副榜咧比較之下咧，可能拉近同呢個星星83嘅距離嘅，亦都有權咧同呢個星星83構成翻版 Q。至於第3選方面咧，我會揀翻一個1號嘅虎媽。咁呢隻馬都係跑1020米最耍家嘅馬，尤其是咧呢隻馬可以咧喺前邊咧狂放翻嚟咧，而可以灌注到底嘅。今次雖然排咗大外檔起步，但係對於速度快嘅馬嚟講咧，其實影響唔係太大嘅。只要佢早段咧肯力搶切入嚟，帶嚟幾個馬位入直路咧，亦都有權偷襲。第3場賽事我順序提供係3號嘅星星83。8號嘅太平戰神同埋1號嘅虎媽。咁策略上咧，呢個星星83同埋太平戰神上一次咧都喺同班同路程咧包辦連贏㗎，可以揾呢2隻馬做呢個嘅單 T 雙膽。跟住第4場喺個4班嘅1200米比較高分嘅組別，我嘅順序提供係10號嘅金徽章、2號嘅太平飛船，同埋4號嘅飛馬61。跟住第5場限味性馬賽1250米，我嘅順序提供係4號嘅頂峰神區、1號嘅亞基坦同埋2號嘅金陵星馳。跟住第6場3班1200米，我嘅順序提供係4號嘅太平永恆、7號嘅大姐頭同埋2號嘅莊家甜心。跟住係第7場喺個優越 C 級賽2000米，我嘅順序提供係2號嘅華山論劍、
3號嘅莊家榮譽同埋5號嘅太平天空。跟住第8場3班15米係今日唯一杯賽嘅場合，我嘅順序提供係4號嘅莊家勝利、2號嘅聰慧齊驅同埋1號嘅拉丁傳奇。跟住第9場5班嘅15米係高分嘅組別，我嘅順序提供係5號嘅閃電女俠、4號嘅一笑而過同埋3號嘅御寶馬都。跟住第10場5班嘅1700米比較低分嘅組別，亦都係我另外一場精選嘅場合。我揀咗6號嘅鐵尺，最近一次試習片段同大家分享。咁但係呢啲長途馬試短途集咧，起步咧唔算話太快嘅，而家咧一路都係喺貼欄嘅位置嘅。咁而家前面搶咗出嚟咧，開面有隻黛麗娜啦，咁跟住咧貼欄嗰隻咧就係呢個係銀河灰啊！呢隻初出馬已經贏咗馬，咁之後咧第3位咧就係隻理查馬。咁而家個鐵尺咧一路都喺貼欄第4位黃帽嗰隻嘅。咁而家跑到差唔多轉彎嗰陣時啊，中檔透出嚟喺黛麗娜都係跑慣啲短途嘅，所以速度比較快啲。貼欄咧銀河灰咧一路拉到口抹抹嘅，開面上咗嚟咧理查馬，反而呢個鐵尺咧原內欄嗰度轉咗上嚟咧，第4位又要進展㗎啦。入到嚟最後階段嘅黛麗娜喺中檔咧仲係領先半個馬位到，理查馬推落去反應咧唔算話太強嘅啫，反而鐵尺咧呢幾步推落去咧反應比較好啲啊，喺內欄一路轉上嚟，咁就係過終點啊！黛麗娜咧就係領先些少嘅，喺中檔嗰度突出半個馬位，鐵尺喺內檔轉咗上嚟第2、第3就係理查馬，跟住咧銀河灰咧呢課好輕鬆啊，之後已經贏咗馬噶啦。咁呢個鐵尺咧前新加坡馬嚟咗大馬之後咧表現真係相當令人失望嘅，跑咁多場咧未入過3甲。咁今次睇好佢嘅原因咧就係上次輸完之後咧佢唞咗一排，最近試嗰個課習咧試短途集，啱啱睇過咧都可以力追於短途馬嘅黛麗娜跑第2嘅。咁至少咧末段散落去嘅反應都幾好。咁所以今次咧跑翻去合適嘅中長途賽事咧，睇翻佢啲新加坡賽績咧，贏咗6場咁多嘅，減到已經係最低分嘅，應該有機會反彈嘅。次選方面咧，我會揀翻1號嘅林家高峰。咁呢隻馬上一次係跑1775米啊，都放到翻嚟末段咧先力弱跑翻去第3嘅。今次跑短75米咧，排檔亦都係比上一仗更佳嘅，應該可以咧更有接近嘅演出，有助2望1嘅機會嘅。如果你計3甲一直咧，應該以佢最穩陣。至於第3選方面咧，我會揀2號嘅太平寶寶。咁呢隻質新馬咧，雖然都係未打開勝門嘅，咁但係咧只係3歲馬，應該仲有大把進步空間。結合翻佢之前咧叫做上過名，同埋今次咧首次跑比較長啲嘅路程咧，可能更合佢發揮嘅。懶腳一直咧都可以預埋佢。第10場賽事我順序提供係6號嘅鐵尺、1號嘅林家高峰同埋2號嘅太平寶寶。咁策略上咧，1號、2號、6號呢3隻馬咧喺呢一組咧賽事咧有少少突出感嘅，可以試呢個鐵角 Q 同埋位置 Q。咁下一次賽事咧，雪蘭莪會將會編排喺4月18日星期六舉行嘅，到時我哋再見啦，拜拜。